什么是小鲜肉啊？爷爷，像您这样年轻帅气的就是小鲜肉。对呀。喂，你这同学真逗啊！对呀。来给我吧，来吧。哎呀，靠近一点啊！我给你爸发过去。2、3。哦，对啊，阿姨，叔叔怎么没来？我故意没告诉他的，他没资格来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严肃啊？高兴点啊！挺好的。要不你搂着他吧？来，翻脸照特别搂着搂着，亲密一点儿，靠近一点儿，真好。再拍一张。再来一张啊！别生气啊！好，亲密一点。坐下。好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美女，跟我出来一趟。赶紧出来！你爸这次真生气了，快！快！不好意思啊，儿子，你就那么不招人喜欢啊？爸爸，我跟我不同意你和张分舟谈恋爱。你先听听孩子怎么说，说不定他有什么理由。什么理由啊？他失恋躺在家里1个寒假，谁给过我理由？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这孩子多难受啊！难受。有个好好的一生龙活虎的闺女，躺在家里偷偷的抹了1个月的眼泪，我不难受啊？我骂不敢骂，我问不敢问，我心里跟刀割了似的，我不难受啊？爸爸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。什么也别说了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分手。爸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你跟他好好说话，你听他解释解释啊。喂，阿姨，